受到照顾花莲各草地为所嘅单亲家庭，花莲成江工业发展协会94年申请嘅政府嘅多年ço養方案，提議案成立為一間摩托農場，單親媽媽是得靠自家嘅能力來落實，也因為大家姊妹相互探索鼓勵，有潛在嘅自信同快樂。不過談論專案停止，只唔簡單成立嘅農場都會關門嘅。正央軍人退休嘅邱志倫接下為專案經歷過後，大家家庭會靠自家來行出一條路。故所謂初間嘅申請有經認真，也開始拓展通路。每拜四亞茶、親身同搶菜，對花蓮茶到台北市市來賣。下擺蘇花公路過唔得，因為還會定下到台東、屏東行南迴公路，用4批嘅時間同路程上台北。不過伊人啥感覺也冇乜嘅，因為伊人講看到大家中意伊人嘅搶菜，都係對伊人親大嘅肯定。我觉得做个较有成就感，拿来到这就敢若家己的菜，迄一张菜就是敢若像咧顾囡仔同款。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广有机蔬菜，然后再帮助更多的单亲妈妈，这个是我的愿景。大早5點啦，台灣部嘅台水總算天天嘅天嘞，人都會搶菜購子，本台水隧道下那漲下那搶，啲聰明調教嘅高雄惡毒，讓到媽媽未開始咧認呢嘅條路。因為清晨的露珠會讓蔬菜滋潤很多，所以摘起來會很好摘。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因素是說，在採菜的時候，同時也可以發現到蟲，就順便抓蟲。哎，那這樣冬天的時候不是很冷嗎？很冷很冷。唔過記得要做出管理，老搶菜購子盡做自五容來顧。这五年爱割掉，没有它会生病啊，还要绑啊。没有一挂风向，昨天的风下来，有的那边漂亮的都断下来。那你幾點就來了5點半，這麼早？今天還晚呢。那平常呢？平常都差不多天亮了，4點40分就來了。來到農場因為好奇，記得種嘅方式從你冇嘛強壯。有蟲，有落皮的，蛋糕部分有條的，有tomato。按你種嘅方式來講，我講立體種植，土地嘅利用率就會較高。按你種尤其你嘅生產嘅量就會較多。分散它的風險，就是讓蟲啊，有選擇性，不知道是要吃這個呢，還是要吃那個葉子這樣。農場係用有機種嘅，阿妹做嘅自然法，讓老祖公尊重自然嘅耕作觀念，未帶到農場來。我是用我們原住民最傳統的方式，就是我的蚯蚓大金，他們的便便是我最好的肥料。來到兩，你還會發現到東島貼片嘅大菜。這個呢，是我們原住民最原生種的豆，是所有豆類最原生的一種豆，它叫翼豆，比翼雙飛的翼。這個是另外我們原生種的茄苦瓜，它是屬於茄科類的，差不多這個時候就成熟了，那它就可以作為留種，明年還可以再繼續種的，是這樣。可食性的是這個綠色的，比較不苦，因為它紅了之後是
一般苦瓜10倍的苦。唔少咗個眉毛為配，農場實種得出也是種嘅空間青菜，兩條插草就係必備。除草的工作是每天都要做吗？是的，啊，每天就这样蹲着在田里这样子，因为我不习惯做，因为我不会做事，这样不会很累吗？脚不会很酸吗？还好。通常是，这边除完了，那边的已经长大了，然后几乎每天都要跟草比赛，看谁拔得比较快，或者是谁长得比较快。辛苦拍草見實很溜力，因為而搬草技術上，拍好嘅草對地順透，分解過後全單要最重要嘅養分。唔過上下冇生意就會幫到出。刚刚我们这位义工大哥不小心就把我很辛苦种出来的菜给拔掉了，所以要多罚他，多做1天的义工。徐俊輝對土地友善，染度從頭就想唔到嘅影響。自己又來了，自己又跑来了。他会吃菜园的东西吗？有时候我們就讓它收成啊，因為這樣蟲會變少。那都吃什么东西比较多？番茄、地瓜，地瓜，专吃地瓜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虫虫。红一个小鸟就吃一个，跟我们公家吃啊，没办法。那怎么办？让它吃啊，吃剩下的我们再来吃才。為採花蓮嘅兩間農場係喺民國94年成立嘅，該兩時係為到嘅照顧培育地區嘅單親家庭成立嘅，所以宣強烈政府嘅動員籌業方案。今年63歲嘅陳立教，32歲出自家有成嬰兒，麥界辛苦嘅頭路佢唔是走過。我們台南人啊，我嫁到屏東啊，我老公死了我就回到台東台東就過來搬來家，剛入庫大理石24小時加班的啦，晚上的啦都有，都來花了那些小辛苦。伊那愛讀書，個自己又膽痛，膽結石該兩時成嬰兒長途過小，陳立教壓力壓嘅未係捱過來，農場都嘅大嘅媽媽都做住台心酸嘅跳過。本單啲大盤店是跳路嘅次眼花，家庭狀況冇忙啦。唔過因為兩公婆都冇慳，實見來見唔切。慢慢的發覺到，奇怪，經常見不到人，要麼就是開始收入不固定給我們了，那進而房貸啊、車貸啊，對我來講是很沉重的負擔。那慢慢的就跟他溝通，當然啦，都有不堪的爭執啊，還有一些語言啊、肢體上的那個衝突。所以次眼花嘅鐵實實同志擺，突然3個字唔離開，該兩是最世界長途有錢人。很辛苦。對對對，我那時候取捨，一度讓我得到憂鬱症，應該是怎麼講，就是食不知味，就是吃飯不知道什麼味道，睡不着，吃不下，然後人一直暴瘦。唔過次眼花啲，如是每家唔係創叫嘅辦法，為到成嬰兒極為擔硬。我勢必要讓小孩子知道說適婚家庭不見得不健康。本單係農場嚴重覆蓋次眼花，幫門啲講農場搶出衝頭賣唔出去，講為行銷為基，就直接不用睇條路到農場睇書。我很多親朋好友都說：你是不是瘋了啊？是不是哪裡失憶了？為什麼不做好好的工作不做，要來這裡？但是我唯一的想法是說，我感同身受，因為我自己也是單親媽媽，所以呢，我認為說他們需要我。雖然到底下農場嘅書記很大唔平，唔過認為做差唔多嘅背景，兩條媽媽很難相互同鄉、相互安幫，咪啲兩位簽到嚟歸屬感。大家一起工作，
一起分享心得，一起共同努力这一块土地收成之后的收获，也可以是我们生活的经济来源。我看你做个真快乐呢吼。哎呀，种菜啦，还是创啥物件菜种起来，有迄成就感。我刚刚经理讲，我连做梦回家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说，哎，我哪里还没有做呢？不過天公包本幾多嘅抗日，從年下猛率。96年代，政府嘅當年從入專案停止補助，農場強為關鐵。唔想為先前嘅大病出安樣冇鐵，農場為此地建設。所以佢哋想辦法拓展通路，開始這樣實施。在好嘅青菜用對主動上網裏嘅朋友參與水果，招嚟過後全村包裝各種小，冇甜冇土，還會死人牙叉趕到退背。一直到趙哥把箱子完全塞到車上，也差不多11點了。那大家還要各自回去洗澡啊，再梳洗一下，然後再把自己的要換洗的衣服準備好。要出發的時候就剛好已經快1點了，然後天亮剛好就到台北市了。好辛苦不會，我覺得很快樂，因為我看到我辛苦種植的蔬菜哦，然後都市人覺得好吃，覺得很健康，那個理念對我們來講是最大的安慰。真的好吃，1斤70。哎，對，1斤70。這個叫什麼？甜菜根。碰嚟幾日仲上到嚟推背原時不實施，什麼時間好了，趕一轉啲青菜擺攤呢。曹子倫講，一開始因為種嘅技術還唔好，才生到姐姐影下微笑。不過因為好事，天意影下竟然還找出來賣，所以佢哋很難有信心。我以來都會跟他買。為什麼你會持續跟他們買？我覺得他們菜不錯，吃起來也是蠻健康的啦。對，那感覺也像家人這樣子，很親切啦。我知道他們是由6個單親媽媽種的菜，對，應該也蠻辛苦的啦。對，所以要跟他們互持一下。足甜耶，吃得很放心。而且價格也很公道，因為我感覺因路途足遠啊，為花蓮搬山過了來到這，家支持安尼，一舉兩得，我嘛有好菜通啊食，伊嘛有一點仔收入安尼。有的客人看我們從早到晚還沒有吃飯，會很貼心的送便當給我們吃，或者是自己帶自己手工製作的麵包啊、糖果啊這些。都會親自送過來，然後順便買我們的蔬菜。看到幾條眼十蚊，咁同嘅唔單止係銀行，還有義務來談數嘅職工。我也是單親家庭，那就想到說母親小時候這麼辛苦的把我們這樣子帶過來，那我就在借由幫助他們的這一個感覺，然後轉化成說幫助媽媽的這樣的一個感覺。當禮拜都係行住啲蘇花公路，是5日內都安樣，不過記得3會去到辛苦。自家要種又要來賣，那個路程200公里，沒係醫院嘅路程，但是看到人客食到人嘅菜，來講食人嘅菜也好，大擺來大擺種買，人嘅嗰種嘅回饋嘅心理，感覺講非常安慰。第2年的時候，哇，開始了，客人就會有回響，就說，你們什麼時候還會再上來呀？你們的蔬菜有什麼？我們最需要的不是你金錢的幫助，而是你精神上的鼓勵，經常來這裡跟我們做交流。單親家庭嘅當條當處，唔過啲啲大家就好安保，就好話病，咪做共同嘅目標。小富提出重新簽咗自我價值，咪希望帶動下多嘅單親家庭，共下行出唔快樂嘅過去，享享新人生。